如你所見，一個係道歉影片嚟㗎。至於我點解要拍道歉影片呢？我諗身為一個有公信力嘅 YouTuber， 我有義務同大家解釋清楚事情嘅因與果。喺一個學校嘅午室入邊，我啱啱打完排球返嚟，見到一堆人坐喺佢哋凳度，唔知道喺度寫緊啲乜嘢。我問老師發生咩事，佢話因為你哋有一啲人呢，上次嘅密書呢成績太差，所以呢而家要講密。聽到老師咁樣講，我突然產生咗一個諗法，我好想喺佢哋面前跳舞。於是我喺佢哋面前揸住水樽跳科目3，可能係因為我跳得太嗨嘅關係，以至於我冇注意到周圍有一個人要喺我身前經過，但係唔小心被我嘅水樽打中咗佢嘅賓周。雖然話我唔知當時力度有幾大，但係睇佢跪喺地上露出痛苦嘅神情，我諗一下應該幾大力。返到屋企之後，我感到十分地愧疚同埋懊悔，因為我可能害一個人冇咗生育能力。於是第二日我俾咗佢50蚊，因為我銀包入邊只係得返50蚊。但係我諗做賓周移植手術所需要嘅費用唔單止需要50蚊，而係需要更多。但係我已無力拿出如此大量嘅金錢，所以為咗彌補我對佢嘅懊悔，我決定出嚟拍一期道歉影片。原本我可以唔使出嚟嘅，但係我唔單止係驕傲聯邦元首一國之主，仲係金文泰中學嘅學生。呢幾年嘅義務教育教會我做人係需要有誠信同埋羞恥心嘅。學校有一句說話令我特別深刻，就係今日我以金鐘為榮，他日金鐘以我為榮。雖然話呢句說話係講俾已經畢業嘅師兄師姐聽，希望佢哋可以喺各行各業取得成就，成為金鐘嘅驕傲。但係我認為一句說話同樣可以套用喺我哋呢一班未畢業嘅中學生身上，係所有人都適用。我相信要喺咁多人面前拍道歉影片係一件需要勇氣嘅事情，但係我認為出咗社會之後，呢個係我哋必備技能，因為你隨時可能會做錯嘢，無非就係令公司損失咗幾個億，或者被爆出一啲黑歷史。呢個時候你就需要向記者同埋你嘅忠實 fans 解釋。我希望一輯影片呢，可以教會你哋，當我哋面對錯誤嘅時候，我哋唔應該逃避，而係勇敢地面對它。一種行為唔係正正體現咗驕傲精神咩？OK， 我唔想講咁多廢話，我而家要同我嘅賓周作最後嘅告別。我要去一下廁所。各位，我要接受懲罰啦，望實啦，3、2、1。